大家好，歡迎嚟到今日加拿大嘅廣東話時段。今日嘅新聞真係勁抽，加拿大史上任期最短嘅總理 Mark Carney 上任9日就解散國會，搞個36日競選期，真係史上最趕選舉。呢位 Carney 哥唔止上台快，落台可能更快。選舉時間都趕到飛起，點解咁急趕住交租？定係怕選民反悔？今日同大家拆解一下。唔係講笑，加拿大史上冇人搞大選搞得咁急。佢上個禮拜仲喺倫敦揾國王，今個禮拜就走去渥太華揾總督 Mary Simon 解散國會。點解咁趕？原來民調翻盤，本來保守黨黨魁博勵治幾個月前穩贏，仲話要大勝，點知道老多退休自由黨換人，形勢大變。最新民調，自由黨反超前。Carney 上場後，民調竟然超越保守黨，有75%機會贏大多數議席。自由黨嘅支持率10年來未試過咁高，但保守黨未輸晒。博勵治喺亞省、大草原省份同卑詩省仲佔優勢，唔會坐以待斃，即刻開打選舉大戰。特朗普，加拿大唔係國家，選舉點解咁緊張？因為美國總統特朗普又出招，佢宣布一對加拿大鋼鐵、鋁材加25%關稅；2揚言取消北美貿易協議；3竟然話加拿大根本唔係真正國家。喂大佬，我杯 Tim Hortons 都震到跌咗落地。Carney 一聽火都嚟晒，特朗普想打沉加拿大？黐線，我哋要團結，所以 Carney 即刻出招，宣布中產階級減稅計劃。將最低收入稅階從而家嘅15%調低1個百分點到14%，雙職工家庭每年最多可以慳825美元，不過咁少，夠交一半租都偷笑啦。Carney 見到博勵治日日狂插政府，忍唔住反擊，成日負能量係贏唔到貿易戰嘅，負能量唔會幫你交租，唔會幫你買得起日用品。博勵治 Carney Trudeau 2.0， 博勵治就唔客氣，話 Carney 根本係 Trudeau 2.0， 未來一定會恢復碳稅。不過信唔信佢？自由黨會唔會翻炒碳稅？觀眾朋友可以喺留言區講下你哋點睇。NDP 陷入生存危機 ，Jagmeet Singh 領導嘅 NDP 今次民調創幾10年新低，選民已經唔想理佢。Jagmeet，我哋會為工人家庭而戰，問題係選民話你都未搞掂自己，戰咩啫？綠黨仲有3點幾支持率 ，Jonathan Pinot 代替 Elizabeth May 出頭，但支持率都係得3.6%，都唔知仲撐唔撐到落去。結尾閃電選舉選民點算？總結時間，呢場選舉係加拿大史上最趕嘅選戰，總理任職9日就解散國會，競選期得36日。你覺得 Carney 夠唔夠料對抗特朗普？博勵治可唔可以成功翻盤？ NDP 會唔會消失？記得留言、關注、點讚同埋轉發，下次再講加拿大政壇嘅大龍鳳。